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真特别的礼拜，就是两间教会用无同款的语言，韩国的光圣教会牧师甲咱伫台中的牧师娘、宋牧师娘因做伙来伫咱中间。其实咱用三种的语言，宋牧师娘只会听中文，咱的教会是用台语，韩国的牧师是用华语。所以就亲像咱拄则咧看即个影片。这个唔是影片，就是这个默剧。我唔知恁感觉去出片咧讲什么。我对卡车片咧看不介清楚，恁对头前咧看。但是我咧用，因为表达耶稣基督，伊将伊的疼拍垮，一个破碎的疼、破碎的爱，来甲人分享。基督徒的疼，亲像一粒麦啊，若无落伫土里，伊是一粒那点，但是若落伫土里。伊就要结出死，佮结出最最的果子。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这青年所唱的第一条圣歌、圣诗，迄个献诗的诗歌，恁敢听有伊讲的歌词？每一秒钟，伊讲每一秒都要幸福。为着咱的教会下礼拜因遮用心用学华语唱出每一秒钟都幸福的这种的娱乐的诗歌。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有时是超越语言。虽然咱听，但是咱无一定会明白；咱看，咱无一定会了解。但是若有圣神的帮助，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足要紧的，对咱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拢宝贝的。我要甲恁讲，你甲你的身边讲，耶稣听你好不好？甲你身边的人，跟你身边的人说，耶稣爱你。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阮的教会要用阮的心神来敬拜你。阮中间有真侪无同款的语言，有人讲英语，有人讲台语，有人讲华语，嘛有人讲韩国话。主，阮伫你的面前，阮要用天国的语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语言。主耶稣，你的语言就是一个听的语言，就是一个道成肉体的语言，拍破家己。用家己所有一切的能力，为着要互人通得到福音甲听的好处。愿你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这种的语言放伫阮的中间，互听的人的生命得到觉醒。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你的圣神将这个宝贝的听，真正是灌压伫阮的心内，因为阮深深明白，你的听要改变阮的一生。阮安尼确信，我嘛安尼恳求。主啊，求你将这个听放伫阮的囡仔，放伫阮的四大人、大人囡仔拢得着。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阿门。所听的姊妹，今仔日我要用大笔的诗篇第8篇，诗篇第8篇来甲咱读一个字。这个字伫两种的圣经环境内底无共款。伫拄则恁所看到的投影片是白话字的圣经，恁看袂到这个字。因为这个字伫翻译的中间无翻译出来，伊的字叫做竟然。你若读中文的圣经，伊内底都有讲到，上帝啊，你较遮尔听我。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写伫大笔伊的日常的生活。大笔是一个固样的囡仔，像咱讲咱是土地人。大笔伊的职业就是若到春天、到热天，伊就将伊四大人老爸的羊群带去到这个旷野山坪的所在，伫遐食青翠的草坡，伫迄个所在来养饲迄个羊啊。古早2000年前，大笔是3000年前，3年前的时代无迄个电报条，嘛无迄个电火，所以囡仔出去到外面，除了迄个萤火，伊点起来煮饭迄个萤火以外，伊看袂到人造的光。所以，逐日伊生活伫一个足自然的环境的内底，咱会当想象，咱若是伫一个旷野无电火，伫暗时咱会看到天顶的星，代表就是安尼。伊逐工看这个星，逐工看这个星，所以就写了代表这个诗篇第8篇。伊讲：我夜目看你的手所做的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我忽然感觉家己很渺小，我忽然感觉，伫这个天地中间，我是一个足渺小、足平凡的人。但是我忽然心内有一个感觉，
我感觉主你真疼我。所以大卫伫咧所在讲，人的囝算做什么？世间人的囝算做什么？你竟然这个字，兄弟姊妹，有时咱咧读圣经，咱咧读到无同款的声音，就亲像无同款的言语的翻译，有的有翻译出来，有的无翻译出来。但是若要照今仔日这个白话字的圣经，伊无翻译这个竟然。但是伫好好本的圣经中间，伊有讲到竟然，伊嘛无写两字，伊只有写一个竟。兄弟姊妹，上帝话有时会互人甲伊稳重，迄个保养的过程顶悬，为着因的习惯无讲出来。但是今仔日我要甲咱讲，上帝听你。咱伫咱的教会礼拜平安礼中间，咱拢会唱一条歌，耶稣听你。有真侪人客来了，都拢甲我反映讲，牧师，我真爱恁伫平安礼时唱这条耶稣听你。兄弟姊妹，当咱互相讲耶稣听你的时，这不是一句廉价的、空洞的请安。兄弟姊妹，当咱咧讲耶稣听你的时阵，不是一个真空洞甲抽象。甲你身边、甲你的亲人讲耶稣听你，兄弟姊妹，咱来相信。当咱甲人讲耶稣听你的时，耶稣的听就要运行伫咱的生命中。你相信吗？愿今仔日个礼拜圣神将这个声甲你讲，你是上帝宝贝的囝子，天父听你。你相信吗？亲爱的姐。咱是上帝所听宝贝的囝子，今仔日圣神甲咱讲，你是上帝所听的囝子，兄弟，不要怀疑，这份的听要改变你。我用大笔的故事甲咱讲起这个故事中间上重这个竟然这两字，其实竟然这两字背后有一种智慧是无翻译出来，伊叫做觉醒啊，觉醒。当咱看到大自然的时阵，咱看到天顶日过星星，咱有一种的想法，英语叫做 consciousness， 就是一个忽然有一种的智慧，一种的观念，上帝将一种的 idea， 将一种的理念放伫咱的心内，你忽然就发现讲，哇，上帝该遮尔听我，一个无心的人听袂到上帝的声。一个无敬畏上帝的人，就无法度感受到上帝的听。唔是安尼讲，就算做咱无心，上帝嘛听咱。所以今仔日个礼拜，原咱今仔日个礼拜是一种领受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无空空离开这间礼拜堂，咱拍开咱的心门，咱甲上帝讲：求你的圣神拍开我的目睭，拍开我的耳孔，拍开我的心门，互我知影。你竟然在这里，上帝，你竟然在这个所在，上帝，你竟然听我，我这样含慢，我这样贫惰，我这样无好，我这样有限，但是啊，上帝，你竟然这样听我。所以，亲爱的姊妹，被爱的感觉很重要，对不？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查甫人感觉爱情真甘甜，查某人感觉爱情会当有一个生命的当伴。囡仔出世，你免甲伊教，伊就知影啥物人听伊，对无？听伊的人若按伊伸手，你就发现你的囡仔按啥物人走。咱规定人若按圣云安尼甲拍开双手，你就看到圣云拢走去啥物人迄个所在啊。所听的姊妹，听唔是语言，听是一种的关系，听嘛是一种的生命。你若了解心理学，甲了解人无幸福的原因，你就知影人都渴慕被爱，人都渴慕被爱。这个听唔是干那爱情，这个听是一种上帝圣神的工作，伊运行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个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当常常花手伫你家己的心内。你讲主啊，求你的听，踮伫我的内底，丰富我的生命，互我无孤单，互我
无受伤，医治我，互我的生命因为疼，我就大大有健康的快乐。我的心神健康，我的灵魂健康，我的意志健康，我的情绪健康，我甲人的关系就得到医治。以前伤害我的人，我无搁再计较，我赦免伊，我宽容伊。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这种的觉醒，神，你竟然爱我，咱卖甲伊加一个问号，你爱我吗？咱甲讲，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我深深知影，你听我。今仔日咱的周报所用的金句，是耶稣伫最后一个伫世间的最后一个暗暝，伊所讲的一句话：我要爱你到底，我要听你到世间的落尾。耶稣讲：我既然听恁，我就要听恁到世间的落尾。所以听的姊妹们，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领受主耶稣伫世间最后的一个时刻，伊伫马可伊的厝，伫马可楼，伫迄个所在甲因守圣餐。后来耶稣讲：我要来克西马尼园祈祷。伫最后的时刻，我甲你讲，我听恁。也这你敢经验过耶稣的听？如果你若伫教会内底出入，只有听到一个真严肃的话，看到一个真严肃的牧师，安尼太可笑。我的个性本身就是一个较严肃的人，歹亲近。亲爱的姊妹，请恁原谅我，我毋是一个真随和的人，兼在互恁感觉足严肃。但是愿上帝补满，伫这个严肃的读圣经的时刻，上帝以圣神将耶稣的听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阿们嘛！愿天父上帝将这份听放伫恁的内底。觉醒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圣神甲咱三合伫地。一个人若无圣神的帮助，人就无有迄个真正的智慧。英语叫做 idea， 圣神将迄个 idea 就是这种的观念，就放伫咱的心内，咱就忽然感觉讲：哦，上帝，我这含慢，但是为什么你将迄个阳光尊贵小说给我？我咧要这篇诗篇第8篇，不是代表伫迄个旷野的时阵写出来。迄个时阵有一个感动，但是最后到伊做由以色列的国家的国王的时，伊才会发现讲：上帝，你为什么有一个草地囡仔，和一个孤儿的囡仔，伊会当代替你来管理你的族群以色列人？为什么你将这个阳光尊贵做我的无啊？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读诗篇第8篇第5节。所以听的姊妹，上帝的圣神，互咱看到咱家己，因为上帝的圣神将一种的意念、一种的想法、一种的感情放伫咱的生命中。所以觉醒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改变，就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就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将这个觉醒放伫你的囡仔。咱的教会这礼拜有3天，对足细汉的国民学校的囡仔，一直到大学毕业出社会的云秀，做伙读圣经，大哥哥、大姐姐带弟弟妹妹做伙祈祷。这囡仔兼才似动非动，甚至有人竟然加伫牧师讲专讲的时阵，佮拄句。牧师甲伊直讲，莫甲伊吵，无啦，我无甲讲。兄弟姊妹，上帝稳准咱用什么种方法来参与？因为迄个参与就是咱生命的成长。所以伫今仔日的主题中间有3个祈祷。第一，圣神的帮助是觉醒的开始。圣神就亲像迄个灯，伊若甲拍开，伊就光。若无圣神，咱读无圣经。若无圣神，咱无法度明白咱人生的事。所以觉醒是圣神的工作。这个工作最重要，要互咱第一认捌上帝。咱若认捌上帝了后，咱就知影咱家己是什么种的人，咱的人生会怎样？兄弟姊妹，这3项代志真重要。
放伫恁的祈祷中间，甲上帝讨。主啊，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讲你听我，你要享受我一种生命的新的觉醒。第一，我知影我需要圣神的帮助；第二，我需要认捌上帝。主啊，开我的目睭，互我捌你较深。阁有求天父上帝，互我亲像大笔，伊伫伊的感慨家己的渺小。主啊，我遮尔卑微，为什么你听我？伫伊咧感觉家己的存在时，伊就一种生命的价值甲意义产生。虽然经文大笔是安尼讲，你将阳光尊贵做我的冕旒，其实迄是咧讲起人存在的价值甲伊的意义。所以听真嘛，你若爱你的囡仔好，你爱为伊祈祷，求上帝互伊有智慧，不要做庸才，要做将才。我阁讲一解，庸庸碌碌的庸才，甲将才是不一样。将才就是因为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面，咱就顶天立地，抬头挺胸。像这你若爱你的囡仔好，将伊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亲自讲互伊听，你相信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享受圣神，独只有圣神会通显明上帝一切稳重的奥妙。而且这句话非常的宝贝。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讲，独只有圣神会通将上帝对创造世间以来所有一切伊的计划甲一切稳重的奥妙。这句话是第三所在后边，伫这句话头前第2章第8节第9节，伊咧讲起神爱世，不是神爱世，上帝为着伊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想象袂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兄弟姊妹，你若相信上帝是一个耀华屹立的上帝，上帝伫咱的教会有备，伫你的家族有备，伫你的人生有备。伊个落去，上帝有备什么？上帝为有备这个圣神，伊要将伊所有一切计划、价值、奥妙，让人来显明。当人看见显明这个奥妙的时候，他就参透了万事。参透这两个字，参透这两个字，那翻做英语就是 idea。上帝将这种的观念放伫人的心内，人就忽然明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这个听，亲像一支锁匙，迄个锁匙放伫咱的心内，伊拍开咱的心门，互咱伫伊的听的中间受启造。在爱中彼此建造，伫听的内底，咱的生命受改变。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的第2个祈祷就是：主啊，求你用你的听来改变我的生命。我过去若是一个真自卑感的人，我过去若是一个真熬受伤的人，人凊彩讲一个小玩笑，我就挡袂掉，我可能就跋倒啊，还是讲我就自我贴标签。我就自我对号入座，像咱莫做这种的人。愿天父上帝用这个听，互咱的生命长宽宽深开阔，也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听放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咱读两段圣经，一段圣经是伫以弗所书第5章。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当通过这两段圣经，咱的生命得到改变。我倒来看这段圣经，我要用台语甲华语的翻译无同款，甲咱做解说。用白话字的圣经翻译出来，汉文是安尼讲：伊讲世间人是什么理少年伊，你看，一个理的后边没有一个竟然吼。世间人的囝是算什么？你看过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你个享受伊阳光尊贵，做冕旒。然后在你会当想象，你甲上帝讨，主享受我一顶尊贵荣耀的帽子。主你享受，就是一种人存在的价值甲意念，伫我的心内。兄弟姊妹，这种的祈祷
非常会当帮助咱长大人。因为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行为亲像囡仔。但是伫听的中间大汉的人，伊就要气杀囡仔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看中文，伫这个所在，咱就会当看到这个竟然这个字。人算什么？你竟然看过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看过伊？兄弟姊妹，竟然，咱每一个礼拜哪有一种赞叹？就是讲每一个礼拜，咱有一个感动。这个赞叹就像哇，上帝你伫这堂教会内底呢，我看唔知，竟然，兄弟姊妹，这个竟然这个字，伫原文伊读音叫做 key， 原文读音叫做 KIY key， 但是英语有一种读音 key 叫做锁匙啦。但是希伯来语这个字是双关语，也会当翻译做竟然。但是伊嘛会当翻译做实在。上帝看伊所创造的光是好，第一摆出现伫圣经中间这个竟然，就是伫创世纪第4章，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圣经记载讲，上帝看这个光是好，在这个中间，伊这个翻译嘛无翻译出来，但是。上帝看这个光实在真好，兄弟姊妹，这个起本身这个字有实在意思。所以兄弟姊妹，咱若看清家己有自卑感，你爱常常为家己祈祷。你讲上帝，我知影你看我实在最宝贝，或者你听有这个意思吗？如果你自我的图像，你对自我的肯定、甲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意义，并不是遐尼满足，你甲上帝讨讲，对他开始我的生命要加做一个宝贝，因为你看我实在真好。那这原牧师的解说会当感动你，对心内有一个较无讲。主啊，你竟然遮尔听我，那安尼我嘛要学习听我家己。主，你若竟然看我做宝贝，我就无爱清清在在过我的人生，是吗？上帝来看咱做宝贝，咱减糖过一天算一天，没有目标，无有一个喜乐，无有一个热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段圣经来引起咱欢喜祈祷。大必对心中安尼感慨讲：哇！上帝竟然听我，伊嘛会当翻译做上帝实在听我，因为起这个字本身就是属者，真正听我。愿今仔日咱作为敬拜这个看袂到的上帝，伊将伊的听，当看关心的听，通过圣心放伫恁的家庭的内底，祝福恁心内无搁再孤单。无搁再有感觉欠缺人的这种的听，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就是这种的经历，天天爱我，上帝你天天爱我。所以伫这种的情形的中间，约伯伫伊的约伯记内底有讲到这句话。约伯记伫伊的约伯记第8章中间，伊讲过：人算做什么？你竟然看伊最伟大。人是算做什么？你竟然将因放伫你的心内，这是不是代表约伯感受到，当伊荣华富贵，当伊一切拢无，当伊破病，当伊受到最苦难的折磨的时阵，伊对心来讲，上帝你竟然将我放伫你的心内。所听的弟姊妹，伫圣经中间有真侪人，因拢感受到。上帝竟然听我这种的感觉，愿咱今仔日的礼拜大人囡仔，咱每一个人拢开始经历。咱来到教会，唔是要经历咱彼此的友情尔，因为咱若经历咱彼此的友情，伫咱的教会的生活中间，有时咱嘛会跋倒。你无爱甲我好，我无爱甲你好；你甲我歹，我无爱，我要甲你歹。但伫这个所在，咱无应该是用人的人际关系。
来做咱出去伫这间教会中间的理由哪点？是毋是？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注重伊的听，充满伫咱中间，也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听虽然看袂到，但是感受会到。老人客来，老朋友来，因来进这间教会时，因就直接互上帝一听，充满伫因的中间。这就是拄则牧师甲恁解说“竟然”这个字。竟然这个字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时阵，伊无翻译出来。所以要读这两个圣经，无容易了解，爱用同理心去读这段话，因为伊常常这个字放伫判断看法的后壁，这个字无翻译出来。但是伊真正的意思就是，上帝看咱实在真好。牧师用创世纪第1章第4节，圣经的第4句话：上帝看光实在真好。迄个实在无翻译出来。但是，伊真正意思就是，上帝看伊所创造的万物拢是好，所以恁对读创世纪，上帝创造万物的6日，既若是描写讲上帝创什么，逐项伫最后创造了后，拢会加这句话：上帝看伊是好。所以，咱若肯定上帝看伊所创造是好，咱爱知影上帝创造咱的活命，创造咱的家庭，伊嘛看咱是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无论是伫雅各的身躯顶悬，伫摩西、约伯、大卫、保罗、约翰，咱能看到这种的觉醒，咱甲上帝讨讲：上帝，伊有的，我嘛要有，公平吗？上帝啊，他有的我也要有。上帝，你给韩国教会的祝福，我们的教会也要有。上帝，你给竹堂教会的祝福，让韩国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带回到他们的教会。所以，爱弟姊妹，愿上帝将3000年前、4000年前、2000年前的祝福放在咱的中间。足水的一句话，这是以赛亚听到的。以赛亚听到上帝甲伊讲：我看你为宝为尊，我爱你。我看你为宝贝，我看你做尊贵，我听你。兄弟姊妹，把这句话背起来。常常伫暗时要困之前，甲家己讲：我是上帝所听的囝子，无可怀疑。哪怕我一事无成，哪怕我不是一个过了人生真顺遂的人。哪怕我不是伫我的人生中间是一个真请仰有社会地位的人，也真相信上帝看人不是安尼看，看悬看低不是。上帝看人就是你是我的囝子，所以你是宝贝。咱常常用这种的话安慰咱家己，鼓励咱家己，也活出咱的天父上帝伊的荣光甲尊贵，或者基督徒就算做无讲话，嘛是基督徒。怎样讲？基督徒毋免讲话，你生活伫你的生活中间，你的朋友知影，这个人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是基督徒。这个人有小可无同款，因为伊内面有某一种的生命的能力、圣神的同在、上帝同在。迄种的尊贵，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讨讲：主啊，用你的听充满我的家庭，用你的听充满一间教会，因为这是一件足要紧。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其实我真正想要甲恁讲一句话：耶稣爱你。这是我真诚的对心中想要甲咱讲。但你教会内底讲请安的话，不是一个空洞的请安的话语，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祝福。也这愿上帝一听，甲咱撒甲伫地。这句话无简单哦，兄弟姊妹。当咱咧讲耶稣爱你的时候，咱来记得，耶稣爱我们，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安尼有简单无？当咱咧讲耶稣听你的时阵，亲像拄则这青年，因甲这个心
对不对 ？Yes or no? Broken yourself, right? 愿主耶稣甲咱三个伫地，听要亲像五底边两尾鱼，伊毋是一个真廉价的请安的话语。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参加做礼拜，咱所有每一个礼拜的阶段，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仪式，这个仪式背后，拢有咱信仰的态度。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甲耶稣讲：我相信，我相信。你相信上帝听你嘛？阿门。我就爱这条歌，耶稣听你，咱莫讲啊。我想爱这条歌，这条歌安尼讲，我相信耶稣，伊是我的好朋友，伊放下家己，将永远的话命来献上。我相信天父，伊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自己反对我。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时时刻刻来同在，来看心。我相信，我的生命充满上帝美好的计划，伊的旨意上水，我们一生。我这条歌唤起你对神的仰望的相信，我相信，我特别上帝在你生命中，但唱出这个诗歌讲，我相信，我相信，信靠你的人，这必相信。选择这条路是上好的道路，一生偏行无偏行，一生正直对主，伊的命内底行。我相信耶稣陪我，一路引带。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主啊，咱三个弟弟，这是一种对心中的敬拜。我相信，这个相信是代表讲，主啊，我相信你将我的话完成，是一个永远无间断的听。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愿上帝帮助咱一生常常回顾被爱的感觉，不是干咱回顾咱婚姻的这种爱情，咱回顾伫古早咱第一日领洗礼。徛伫礼拜堂的台前，我相信，主耶稣我愿意的事，迄种的神圣的事件，耶稣要甲你讲，我听你，我要听你到永永远远。约翰福音13章第1节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讲，我听属伫我的人，我要听伊到永远。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伫伊的听的内底，咱甲主讲，主我知，你听我。主我知，你听我；主我嘛要听你，到我一生的路尾。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了你的生命改变。你讲我无亏咱，兄弟姊妹，哪有听，咱就会改变。咱困难改变，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爱还不够。因为主特讲，主你若爱我真多，一个真正活出你的听的基督徒。主求你用你的听充满我的个性，耶稣的听无迄种袂当改变的事。愿主耶稣将伊长发关心的听，通过圣神，伊讲圣神将这个听灌压伫我的生命中，互我的生命得到伊的改变，是一个觉醒。也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伫伊的面前，咱用这句话做咱的祈祷。主求你用你的听来改变我基督徒的生命，我的态度，我的想法，我的性情，各有就是我的能力。我不可能去爱那不可爱的人，但是我若知影，在我不可爱的时候，耶稣爱我。安尼我敢有啥物通计较？而且我们都爱我们可爱的人。但是当耶稣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计较吗？
是无？兄弟有困难，免烦恼，你甲主祷讲，主我愿意将我的心的宝座让互你坐，主我将我的心的宝座让互你坐，你拿来坐伫我的生命中，你用爱掌权，我的生命一定无同款。兄弟，你愿意改变吗？愿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为咱的教会祈祷，为你的家庭祈祷，为你家己祈祷，让神的爱医治你的心。如果你过去那是一个真够受伤的人，你过去那是一个真够受气的人，你的情绪那是一个亲像咧透风台的情绪，你甲主祷讲，主求你用你的手，就是钉痕的手，放伫我的心内。你迄个钉十字架，爱到无怨无悔，迄种的疼，那放伫我的心内，我的受伤就必得医治。我搁讲一摆，耶稣钉痕的手，那放伫咱的生命中，咱心内真多的自我伤害，主拢要甲咱医治。这是我深深相信。也伫今仔礼拜中间邀请兄弟姊妹，咱来享受一个受讨棒、受医治、受建设、受主的疼来鼓励的基督徒。耶稣听恁，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恳求主你，毋是干那将你的话讲互阮听，恳求你将你的疼放伫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因的心内。主当阮讲耶稣听你的事，互阮真正是将这个满满的疼，就是对阮内面耶稣的疼所流出来这种的真实的感情，互耶稣的疼流到逐所在。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将这个疼放伫阮中间。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